Hello， 大家好，我係 Luigi 啊，老基啊。最近香港嘅數碼暴龍動畫25週年展再次掀起一波數碼暴龍熱潮啊！如果大家嚟唔切去睇嘅話呢，10月仲會搬到去台灣繼續展出添。不過我都提醒一下大家啦，因為展覽嘅主題係動畫25週年，但目前真正25週年嘅動畫就只有01同埋02嘅啫，03仲要等到出年先至係啊。所以展覽係以01為主，就算日本都係咁樣噶啦。所以如果係其他代數嘅數碼粉呢，可能就會有啲失望啦。但如果係01嘅粉絲，你又覺得呢個展點樣呢？歡迎大家留言討論啦。今次嘅影片，我想嚟同大家講下官方冇講嘅一啲冷知識。如果大家有睇過我其他機械人動畫嘅解說影片呢，會發現我特別中意從個名入手做介紹噶，所以我就嚟考下各位數碼暴龍粉絲對01主角獸嘅名嘅來源有幾多認識啦。不過以下嘅內容呢，唔完全係嚟自官方嘅設定，有部分呢只係數碼粉絲之間嘅推測嚟嘅啫。首先係主角八神太一嘅拍檔數碼精靈亞古獸嘅幼年期黑球獸，獸如其名就只係一粒黑色嘅波嚟嘅啫。佢嘅日文名係 Botamon， 來源自日本嘅一種傳統和果子 Botamochi 牡丹餅。佢係用紅豆泥包住糯米團而製成嘅，通常喺春分時節作為祭祀祖先嘅供品。因為佢嘅形狀圓潤飽滿啊，所以象徵住豐收同埋祝福。而佢喺唔同嘅季節都會有唔同嘅名字，譬如秋天就會稱為 Okagi 秋餅。By the way，如果日文嘅重音有讀錯嘅話，唔好意思啊，因為我唔好識分啊。牡丹餅深色嘅外形的確同黑球獸有啲相似，不過黑球獸呢係絕對不能食用嘅，因為黑球獸身上黑色嘅全部都係胎毛啊。如果你唔想搞到成口都係毛嘅話呢，最好都係避免啦。但係如果你想擁有好似黑球獸一樣咁濃密嘅頭髮嘅話，草滿堂就幫到你啦。無論係新髮定係其他頭皮嘅健康問題，草滿堂都會為大家提供專業嘅意見。而且而家仲做緊新客戶優惠啊，只要888蚊就可以買到5次嘅村民，目的都係想俾大家知道啊頭皮護理嘅重要性。詳細嘅資料請留意翻下面嘅資訊欄啦。2023年，日本嘅漫畫家松本零士去世。數碼暴龍嘅設計師渡邊健史就喺 Twitter 上面透露，其實黑球獸嘅設計靈感係嚟自松本老師嘅作品《銀河鐵道999》入面嘅車長角色。當黑球獸身上嘅胎毛脫落之後，就會進化成粉紅色嘅滾球獸。日文原名都係一樣嘅意思，所以佢都冇乜資料可以補充噶啦。不過喺數碼暴龍粉絲之間一直流傳住，只要滾球獸同另一隻數碼暴龍合體，就會進化成海天使獸啊！不要瞎掰好嗎？滾球獸再進化之後，就係最知名嘅初代成長期亞古獸。名字嘅來源係日文嘅擬聲詞阿古阿古，係咬嘢嘅時候所發出嚟嘅聲音，而且特別係指嬰兒時期啊。如果要用廣東話嚟表達呢，我諗大概係咁嘅意思啦。唔好意思啊，我連佢嘅中文字都唔識寫啊。另外喺沖繩嘅宮古地區嘅方言，阿古都有朋友或者係夥伴嘅意思。如果以01嘅故事嚟睇呢，可能呢個意思會更加貼切添。最初設計嘅亞古獸其實係有4隻手指㗎，但到動畫版嘅時候做咗簡化，變成一隻識舉中指嘅亞古獸啊。跟住亞古獸再進化上去就係暴龍獸，日文同埋英文名都係叫做 Greymon。有啲外國人覺得 Grey 灰色就係有老人家嘅意思，但我哋研究個名呢，應該要從日文原文入手啊，所以更加合理嘅意思應該係嚟自英文嘅 Great， 即係偉大、巨大嘅意思，所以直譯呢應該係巨大獸或者係巨龍獸。但係巨龍獸呢個名已經用咗喺元祖嘅主角獸身上啦，所以 Greymon 就變成以外觀命名嘅暴龍獸。不過更有趣嘅地方係呢，巨龍獸嘅日文名同埋英文名應該係暴龍獸先至啱啊！聽起嚟係咪有啲混亂呢？簡單嚟講呢，就係巨龍獸同埋暴龍獸嘅中文名應該要互換先至合理啊！太一の勇気が僕の體に力がみなぎってくる。レイモン超進化！レタンレイモン！之後嚟到完全體嘅機械暴龍獸啦，佢嘅名係結合咗 Metal 同埋 Great 兩個英文字，應該好多人都知道啦。佢最初嘅設計係病毒種嘅數碼暴龍，因為身體冇辦法承受機械改造啊，所以變成咗腐壞嘅藍色身體。但係動畫為咗符合主角嘅造型，於是修改為橙色身體嘅疫苗種數碼暴龍。另外喺第6代嘅作品 Cross War 合體戰爭，第2主角蒼沼切羽都有使用重新設計過嘅藍色暴龍獸同埋機械暴龍獸添。
而喺2020年嘅平衡世界數碼暴龍大冒險重啟入面嘅機械暴龍獸都得到新嘅力量，右手進一步改造變成名為 Altus 嘅巨大能源炮，被稱為機械暴龍獸改造形態。最後嚟到究極體嘅戰鬥暴龍獸，日文同埋英文名都係 War Greymon， 直譯就係戰爭暴龍獸。有時候見到一啲比較激進嘅數碼粉係特別在意正確嘅中文翻譯㗎，呢啲時候我都會同佢哋講，咁你以後就叫佢做戰爭暴龍獸啦，因為喺某啲人眼中，戰鬥暴龍獸都係一個錯誤翻譯嚟㗎。喺動畫入面有提過，戰鬥暴龍獸嘅雙爪叫做恐龍黑星，能夠有效對付龍形嘅數碼暴龍。但嚴格嚟講，應該係叫做龍獸黑星。只要個名係叫做乜嘢龍獸，例如係鋼鐵海龍獸啊、機械邪龍獸啊，都會俾呢雙利爪克制。鋼鐵海龍獸其實係屬於改造型嘅數碼暴龍，頂多都只會加個水棲型嘅啫。所以戰鬥暴龍獸會打贏佢，並唔係因為佢係龍形嘅數碼暴龍，而係佢改壞名啊。如果用 Pokemon 嚟做例子嘅話，我諗好多人都知道噴火龍啊、鯉魚龍啊，佢哋唔係龍系噶嘛，但因為佢哋個名最後都係個龍字啊，所以都係會受到恐龍黑星嘅克制啊。咁當時打贏鋼鐵海龍獸嘅招式喺香港叫做戰鬥龍捲風啦，但係日文原名其實係叫做 Brave Tornado 勇氣龍捲風。而前面講過啦，暴龍獸嘅名係嚟自英文嘅 Grace， 所以呢一招嘅英文名就係 Grace Tornado。最有趣嘅呢係官網嘅中文名係叫做神聖龍捲風啊，但呢一招係完全冇神聖屬性㗎嚇。咁對於中文、日文、英文全部都有唔同嘅名，我覺得都幾得意㗎。唔知你又中意邊一個翻譯多啲呢？暴龍獸家族其實仲有好多成員㗎，其中包括令小朋友聞風喪膽嘅喪屍暴龍獸。喺動畫入面，太一因為使用咗錯誤嘅育成方法，同埋錯誤咁使用勇氣啊，令到暴龍獸黑暗進化成為喪屍暴龍獸。首先我要讚賞一下幫佢命名嘅翻譯人員，因為喪屍暴龍獸嘅日文同埋英文名係叫做 Skull Greymon， 即係顱骨暴龍獸或者係骷髏暴龍獸。廣東話講起嚟呢，好似係有啲唔太順口㗎，但係喪屍暴龍獸就好多啦，而且個名仲將佢嘅恐怖程度再提升一級添，因為當年只要提到喪屍就會諗起90重工。我意思係包哈薩生化危機啊！當年嘅生化危機3正正就係1999年推出，真係諗起都覺得恐怖啊！仲有當年喪屍暴龍獸使用嘅必殺技零式巡航導彈，日文同英文叫做 Ground Zero， 中文意思就係原爆點或者係歸零地，即係指爆發災害或者係爆炸嘅中心點。可見只要喪屍暴龍獸登場，就會有災害發生。零式巡航導彈嘅破壞力猶如核爆一樣，不過呢個都仲未係喪屍暴龍獸嘅極限啊！官方可能覺得佢仲未足夠站喺完全體嘅頂點，所以後來仲為佢增添更多嘅必殺技，包括零式巡航導彈改同埋 Oblivion Bird 淹沒獵鳥。雖然個名聽起嚟好似好弱啦，但實質係比零式巡航導彈擁有更強嘅破壞力同埋攻擊範圍，而且仲擁有追蹤功能添。其他數碼暴龍如果中咗呢一招呢，恐怕連骨頭都冇得整啊！除咗喪屍暴龍獸之外，喺數碼暴龍拯救隊、重啟等嘅動畫，仲有其他嘅暴龍獸家族登場，例如大地暴龍獸嘅進化路線啦，同埋仲有遠攻型嘅電光暴龍獸。不過因為其他 YouTuber 有做過暴龍獸系譜嘅介紹啦，而且我目前呢都係想先介紹完01嘅主角獸啊，咁所以呢度我就唔多講其他嘅暴龍獸家族啦。如果以後有機會嘅話再講啦。咁今集嘅影片就到呢度先啦，下一集我會再同大家介紹加布獸嘅進化路線。不過加布獸咧未必撐得起一集啊，可能會諗埋其他主角獸一齊講嘅。就係咁啦，我哋下條影片再見，我係 Lugia，係咁先，拜拜。